小數除法佢同普通嘅除法超級相似嘅，但係小數嘅除法，我哋第一步呢係要先處理小數點。你哋唔好咁聰明啊！阿賢 Sir，我知咧，處理小數點係咪揾把刀鋸咗佢啊？唔係咁變態嘅，我哋第一方面，我哋要除數變整數。第二樣嘢就係被除數移點位。第三樣嘢要做嘅就係小數點飛天。我哋寫完第一步處理小數點嘅時候，跟住嚟到最難嘅第二步，就係正常除法。點樣可以將除數變整數啊？將小數點向後移一個位啊嘛。但係呢，你冇得就咁移一個位算數嘅喎，因為我哋呢個係好似變咗乘10咁樣，我哋同時間整數，即係被除數嘅部分都要向後移一個位，咁中間就要補個0，小數點去咗呢個位度。我哋第二步，小數點直接喺呢個位飛咗上去先，跟住就好簡單啦，當普通除法咁樣做。OK， 1乘3等於3，餘數9，3歸9，餘數0冇啦，對翻上去。所以130點，即係話即係130咯。所以答案就係130啦。